蘇生早晨。蘇生你好。早晨啊，你好。咁啊，早晨。咁啊，郭生咧就希望你咧，就繼續為啲低層人民啊發聲。咁我今日咧就代表啲基層人民強烈反對咧任人行咧咩新馬路啊，咁令到下環10月初5街沙梨頭嗰啲人民啊翻唔到工，搭唔到車，食嘢冇地方，叫12車死咗都未到。咁應該幫你特首辦附近南環湖啊、西環湖啊，俾佢哋嘆下，俾啲高層人民嘆下。咁上星期3啊，咁司長咧派3個客席落嚟，點解佢哋唔係咁懂國情啊？叫啲澳門人民下載123，港澳人民下載唔到嘅，識別唔到嘅，係嘛？嗰啲車牌咧，國家冇理由同你去識別，即係你哋要適應國家嘅文化揸車，係嘛？人哋響安咧係正常嘅，係嘛？打尖爬台係正常嘅，你哋咧就政府冇叫你同佢揸上去有咩問題你冇賴政府。內地嘅交通狀況都有佢嘅法律規管嘅。好似嗰啲法律，我喺度大陸揸咗40幾年車，係嘛？同埋內地依家有扣分制扣分啊！扣分冇用嘅，係嘛？係咪你講得咁差咧？內地嘅交通狀況，嗰啲文化係咁噶吓。扣分可以搵人代替噶嘛？俾錢咪得咯。哦，咁呢個都係唔合法嘅，違法行為嚟。你係有掌握一啲證據定係點啊？聽人哋講啊？我就有證據咯。但係都唔好鼓吹一啲違法嘅做法啦。我冇鼓吹啊！我叫你嗰啲澳門人民要諗清楚啊，大佬啊，係嘛？咁星期2啊，阿雷文強先生咧，佢用錯嗰個金句啊，佢話先就業後擇業係錯嘅，應該係先失業後破產。我哋啲基層人民係嘛？咁而家講下嗰個特首。時間差唔多啦到3分鐘啦，多謝阿蘇生嘅意見啦。咁頭先蘇生講上星期3我哋係探討澳車北上啦，邀請到交通事務局啦、治安警啦同埋海關3個政府部門係嚟到我哋嘅節目度探討嘅。咁就喺節目上就揭露咗，即係而家澳車北上係帶嚟一啲嘅便利啦，但係有啲嘅車主喺我哋節目反映呢，可能揸到上去呢，又會面臨一啲停車場入唔到啊。